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2月1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0篇第1到第7节，以赛亚书第42章第10到第18节，希伯来书第10章32到3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陌生道路。在台湾话有一句我们会说走不知路，就是陌生的道路。那这个是在形容一个人没有尝试或是迷糊的，时常做错决定做错事等等的。或者我们会相反的说，你以为我是不懂的路，不知道怎么走路，还是说走不知路？意思就是说，你以为我很笨吗？在2个礼拜前，我们在这个代降节的第2主日的时候，在信息里面，我们在谈到了路，我们也谈到说，路的概念随着时代一直在改变当中，但是那个原则是不变的。基督徒的信仰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生命道路的一种信仰。我们时常需要去检视我们是否走对的方向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会与这个启明星的方向越来越远，而见不到新生王。牧师常常会提起这个民间宗教在执行葬礼的时候，在一旁的道士，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应该为了带领死者的魂魄往西方去。那牧师常常提到，问题来了，这个道士自己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又如何能够带领呢？牧师认为这个非常符合今天要分享的主题陌生道路走不知路的有一位藏仪社的人，他告诉一位商家里面的一位基督徒亲人说，等一下那个发引就是棺木要移动的时候你帮忙撒花了这位基督徒他拒绝。藏仪社的人就接着说，哎呦，这没关系啦，很多那个基督教的都这么做就好像你们在献花一样那这位基督徒呢，就问他说，你真懂这撒花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藏仪社的人就有一点腼腆的回答说，就那个带路这位基督徒明确的回绝他说，很抱歉，这与我的信仰相违背，因为呢，只有耶稣是路。这位基督徒他对信仰非常清楚，也非常的坚持，因为我们要走的路不是人能够明白的，更不是世人能够知道的。亚伯拉罕在当时候受呼召跟随上帝的时候，也是在走一条陌生道路。所以希伯来书在谈到信心的时候，他才会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因为他不知道上帝要带他到哪里去。希伯来书说他没有问就跟随了，事实上好像他也无从问起了因为呢是上帝呼召了他，带他走的，他只要能够清楚的跟随上帝那个对的跟随就是了。在代降节我们时常会提到的这个东方的博士们，当他们看到启明星以后，就起来预备了贵重的礼物，然后启程去拜一位新生王。
就是启明星所说的，他们也走上了一条陌生道路。非常不一样的是，他们上了那一条上帝所带领的路，所以他们能够达到目的地，并且蒙福。那在黑暗中看到的大光，或是路加福音所说的天使，这些人们就得以看见前面的道路，即便他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是他们看得到指引的光。在诗篇119篇105节到106节的经文这样说道：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是我人生路上的光。我要持守严肃的诺言，遵行你公义的教导。跟随上帝的人必须要信守诺言，就是遵守约。那也就是说，基督徒的生命必须是诚实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上帝透过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这样子说道：上帝说，我已经沉默好久，没有理会我的子民，现在我要采取行动了，要向阵痛的妇人大声喊叫。我要毁灭大小山冈，使草木枯干。我要使河流变为沙漠，使水池干固。我要领瞎眼的子民上路，走上陌生的道路。我要使他们的黑暗变为光明，使崎岖小路变成康庄大道。我要实现这事，绝不失信。那些相信假神的人一定败退，依赖偶像的人一定蒙羞。上主说：耳聋的人啊，听吧；瞎眼的人，看吧。上帝应许要带领以色列人回归，那一群瞎眼的人，他们走上了一条感到陌生的路，那是因为他们已经闭眼不看太久了。上帝说：我已经沉默好久，没有理会我的子民，并不是因为上帝违约。我们昨天已经分享过了，是因为人们背离了上帝，是在道德上，是在生活上，是在信仰上，在服事上，他们不够忠心，并且用自我为中心，因此上帝会说他们是瞎眼的人。如同经文第18节提到了，上帝透过先知以赛亚这样说：耳聋的人啊，听吧；瞎眼的人啊，看吧。很明显的，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上帝要照光在他们的前面，带领他们。希伯来书第10章也这样提到，要记得以往的日子，上帝光照你们以后，你们遭受许多痛苦，但是并没有在征战中失败。有时候你们当众受人侮辱和虐待，有时候你们跟受这些苦痛的人站在一边，你们跟囚犯一起受苦。当你们所受的财物都被夺走的时候，你们甘心忍受，因为你们知道你们还保有那美好而长存的产业。所以不要失丧了勇气，这勇气是要带给你们极大的报偿。
为了实行上帝的旨意和领受他的应许，你们必须忍耐，因为圣经上说，再过一会儿，那将要来的会来，他不延迟。我的义人将要将这个信而得着生命，但是若有人退却，我就不喜欢他。我们并不是退却而沉沦的人，我们是有信心而得救的人。希伯来书提醒劝勉基督徒要忍受眼前的痛苦，因为上帝必不延迟，但不要因此而退却，反倒要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信心能够让我们走向那一条既陌生又熟悉得救的道路。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80篇第1到第7节。以色列的牧者啊，你领约瑟的后代如领羊群一样，求你垂听我们。坐在基洛伯宝座上的主啊，求你发出光来。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的面前，求你彰显你的大能，求你来救我们。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主上帝万军的统帅啊，你不把你子民的祷告要到几时呢？你使我们拿眼泪当饭吃，给我们喝一大杯的泪水。你让邻国在我们的领土上征战，我们的仇敌任意愚弄我们。上帝万军的统帅啊，求你复兴我们，求你显示慈爱，我们就能得救。恳求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认清楚生命的道路，得到主的亮光引导，让我们一步一步地跟随上帝的带领。基督徒必须要全然的相信，紧紧的跟随，走在光明之路。奉主基督的名求，阿们。